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坐上我哋呢架城巴開篷巴士，參加今日嘅邁進北都 H79之旅。我係你哋今日嘅導賞員。我哋而家由大學站出發，今日嘅行程非常之豐富。我哋會經科學園去新落成嘅粉嶺繞道，一直去到以前係禁區、充滿神秘感嘅蓮麻坑，最後再返返嚟呢度。大家準備好未？準備好，我哋就開車啦！喺出發之前，有件好重要嘅事要提醒大家。因為我哋係開篷巴士，視野雖然好，但沿途風景太靚嘅時候，大家記住，千祈唔好企起身同唔好伸隻手出車廂呀！尤其是我哋一陣會經過一啲鄉郊路段，路邊嘅樹枝可能會比較低，大家坐喺上層嘅朋友，記得坐定定喺位度，唔好將手或者頭伸出車外，亦都唔好舉高自拍棍，費事同啲樹木有親密接觸呀！安全第一，影相第二，大家合作下啦！下一站龍躍頭。Next stop, Langayutao. 下一站龍躍頭。各位，我哋而家係沙頭角公路啦。呢條路可以話係新界北區嘅交通帶動脈，一直帶領我哋行向香港最東邊嘅邊境。大家望下兩邊，呢度嘅風景同頭先嘅科學園或者高速公路完全唔同。你會見到好多傳統嘅村屋、農地，仲有好多充滿故事嘅圍村。隨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呢條路周邊亦都開始有好多新嘅改變，但依然保留咗嗰份好難得嘅鄉郊風味。大家喺車上面可以慢慢感受下呢種新舊交替嘅感覺。喺呢度要特別提醒大家，沙頭角公路兩邊嘅樹木生得非常之茂盛，而且好多樹枝係直接伸到過晒我哋車頭位置。各位坐上層嘅朋友，請你哋絕對唔好企起身，影相嘅時候亦都唔好將手或者手機舉得太高，因為啲樹枝隨時會喺你頭頂掃過。大家記得坐定定咁影相就最安全啦。我哋繼續向住邊境方向進發。下一站溫泉仙館。Next stop, Wanchuan Singkun. 下一站雲泉仙館。城巴口岸轉乘免費一程優惠升級加碼，再你第二程免費上深圳，係由尖旺乘搭50號線，九龍東乘搭55號線，或港島市區乘搭962X 號線，即可係屯門免費轉乘 B3X 號線前往深圳灣口岸。詳情請參閱城巴 App 或網頁，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下一站打鼓嶺松園下。 Next stop, Takuling Songyuanha. 下一站打鼓嶺松園下。下一站大棠湖。 Next stop, Taitongwu. 下一站大棠湖。下一站舊紅嶺車站。 Next stop, Old Hangling Station. 下一站舊紅嶺車站。
下一站安樂村， Next stop, An Lo Tsun. 下一站安樂村。下一站創新路， Next stop, Zhongshan Road. 下一站創新路。下一站大學站， Next stop, University Station. 下一站大學站。香港嘅創科大本營香港科學園啊，呢度佔地大約22公頃，成個園區分咗3期發展，入面有超過1100間科技公司喺度，係香港最大型嘅科研基地。大家最搶眼一定係見到嗰粒金蛋，佢正式名稱係高錕會議中心，係為咗紀念諾貝爾獎得主光纖之父高錕教授而建㗎。除咗金蛋，科學園嘅基建其實好犀利，好似第3期建築就攞過好多綠色建築獎，利用咗好多節能技術。呢度唔單止有機械人技術中心，仲有好多研發生物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實驗室。喺度要特別提醒大家，呢段路環境好優美，路邊種咗好多樹，大家影相之餘，記住要坐定定喺位度，千祈唔好企起身。尤其係上層嘅朋友，沿途啲樹枝可能會比較低，隨時會掃過車頂，大家記得要低頭避一避，唔好將手或者相機伸出車外，安全至上。我哋繼續出發去下一站。我哋已經到達終點站，落車時請緊記攜帶你嘅隨身物品。多謝選搭城巴，拜拜。We have arrived at the terminus.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Bus.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下車時請謹記攜帶您的隨身物品。謝謝選乘城巴，再見。